我有替咱厝含中设计伊新的虎爷公的新衫，这阵新阵嘛是百几年啊，百几年啊，伊拢完全拢无出过面，嗯，所以我替伊设计这束新衫的时阵啊，我就甲伊的身躯顶甲伊设计一对绳，就希望伊会当休困的时阵啊，当飞出去佚佗啊，行行看看。玉兴这几年，甲伊工作的重心刷去民间信仰，为新民做衫、做帽仔，加入搁较侪创意，延续传统甲现代的精神。玉兴你伫个即马咧做公庙，足侪新民服装嘛，足有成就感的嘛，啊，搁有做像迄有名的人，像米菲亚因啊，这服装是要去国际互大家看到的。我即摆咧做的，毋管是做衫，还是做公庙的代志，拢是要提起啊，嘛是提起家己啦，就是爱较加较实在台湾。开始在台湾，嘛，互台湾互大家熟悉。对，像我即摆嘛是想要鼓励搁较侪人来熟悉台湾的。你这件代志嘛，会当做一世人。因为你感觉足有意义的。对啊。若加一个人实在，你就感觉，我足满足的。对啦，安尼就成功啊。